亲爱的主，天父的上帝，感谢你用你的听甲稳定，互阮搁一届三个组织伫教会做伙来敬拜你，做伙来亲近你。主阮为着阮所领受一切稳定，向你献上感谢。恳求你甲阮所有每一位兄弟姊妹三个弟弟，互阮的心有对你来平静安稳伫阮内面。阮看见这世界有战争，有侪的灾难在发生，检查互阮失去平安。主总是阮知，你是阮平安的源头，是阮性命的源头。阮要来求近你，恳求你将真实的平安赏赐伫阮逐人的性命内底。阮通过领受圣经你的话，来得到帮助，得到快乐，也阮的性命会当行伫你阮行的道路顶面，通归荣光伫你。主，阮将阮今日的礼拜对头到尾拢交伫你的手，恳求你甲每一位服侍同工三个弟弟，坚固阮的手，阮手所做的拢诚做你所欢喜，诚做你所祝福，也甲每一位兄弟姊妹三个弟弟，阮心拍开，通听见你的话，互你的话进入到阮生命真深的所在，诚做阮一生的帮助甲快乐。将阮今日的礼拜，将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交伫你的手，恳求你亲自来引带带领祝福阮。阮来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
哈利路亚！称赞上主，上主的仆人啊，恁着称赞上主的名，愿上主的名受称赞。对现在到永远，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，上主的名应该受称赞。咱三角来吟诗阿罗上帝。圣诗的第51首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会众请起立。请坐，做伙诚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的带领，赐阮一礼拜的平安。感谢你做阮的靠山，无因为素质无好嫌弃阮，无因为过往所行的不义，嘛无因为阮的软者，白白的互阮来领受你的救恩。阮应当时时尊你最悬，伫社会上若拄着试炼的时，爱知倚靠上帝甲伊的权能，不时寻求见伊的面。现主时的社会真侪不公义，无平安。若是有拄着还未听过福音的人，已经因信称义的阮。当成做世间的光甲盐，就欢喜来接受你的差派，四过传扬你的福音，行上界水的脚者。阮祈祷无完全，要继续用主祷文来完成。我伫天你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遮。
做伙来交托启应文，请大家先到圣诗的后面三角来读启应第23篇，嘛就是圣诗的第118篇，记载伫个圣诗的后面第35页。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。愿以色列讲，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，我伫危急的中间求救耶和华。有耶和华甲我伫咧，我就无惊。着甲我开义的门，这是耶和华的门。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应我。师傅所起杀的招，已经成做触角头的招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。耶和华啊，但求你拯救。奉耶和华的名来的，应当得到福气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。接来要邀请西罗亚诗班来献奏因所用心准备的两首诗歌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也有我心所愿。我不将我落。
感谢西罗亚诗班所认真的准备排练美妙的歌声，感动人的诗歌。今麦做伙来共读圣经，上帝的话。第一段记载伫咧诗篇第105篇章第1到第6节。恁着感谢上主，求叫伊的名，伫万民中报扬伊的作为，对着伊吟诗，伊唱歌学乐，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做。着夸耀伊的圣名，愿寻求上主的人心内欢喜。着倚靠上主，甲伊的权能，不时寻求见伊的面。伊的仆人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伊所敬雅各的子孙啊，恁着孝念伊奇妙的作为。孝念伊的信者，甲伊所讲判断的话。刷来，请献到台语译本第346页，现代中文译本第245页，罗马书的第10章14到15节。毋过，因着无信伊，哪会求救伊？着无听着。哪会信伊？着无人传，哪会听着？着无彩排，哪会传？照圣经所记载，传播福音的人，因的脚趾哪尼水？愿上帝看顾照伊的教示来行的人。今日早起，杨牧师要甲咱讲的信息是：着感谢。见证、宣扬，请大家用恭敬的心做伙来领受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！感谢上帝的保守带领，互咱伫主日的早起时，会当搁一届参加主日，做伙来敬拜伊，来亲近伊。今日是圣灵教会所定的关怀主日，咱要做伙来关心西罗亚诗班的事工，也用各款的方式，无论是奉献、代祷，还是各款的方式来支持因。互因通过诗歌的分享、生命的见证，将福音的信息带到更较侪需要上帝救恩的所在。咱大心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即时要做伙领受你的话，恳求你差派信心伫阮中间来运行，阮心内平静安稳，阮拍开心、拍开耳孔来听你的话，要你的话进入到阮的生命内底，将做阮一生的帮助甲快乐。阮来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有人讲基督教是一个音乐的宗教，我毋知影咱敢有同意。其实咱若想看卖啊，伫咱的礼拜内面，音乐占真重要的一个部分。咱有咱会众做伙唱的诗歌，有圣歌队唱的诗歌。若加起来，我想音乐的部分占咱的礼拜真大的一个部分。通过音乐，咱向上帝献上咱的乐乐，献上咱的感谢，同时嘛做出咱对上帝的回应。同时，咱伫诗歌的歌词内底，咱嘛通认捌真理，也表达咱的情感。所以诗歌通讲是非常有快乐、非常有影响力的一项诗。真侪拄仔来到教会参加礼拜的兄弟姊妹，因对牧师讲到的内容可能无法度有真侪的领受，但是因拢常常会安尼表达，因互礼拜内底的音乐非常的感动。
通过音乐，因感受到上帝的同在，和上帝来望着因。塞拉诗班的服侍，主要就是通过福音的诗歌，将信息带到家乐、病院、学校，也是大家教会中间。或者当个拄着病痛、软弱、绝望、迷失的人，会通感受到上帝的疼、上帝的恩典，悠远甲因相甲伫地，互人会当踏出迄个追求上帝的第一步。所以，咱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想起来，其实也亲像一首歌。咱的生命内底所流露出来迄款的旋律，会互遐和咱接触的人受到咱的影响，成做因的祝福。咱今日特别通过咱拄则所做伙看的两段经文，做伙来思考，什么是基督徒生命应该有上界基本的态度，也是讲基本的旋律。上时咱嘛要学习，要安怎互咱的生命通成做更较侪人的祝福甲帮助。基督徒是领受救恩、领受极大恩典的人，所以咱对上帝应该拢用一个感恩的态度来回应。所以感谢、感恩应该是成做咱基督徒生命的一个基本的态度，也是讲生命的基调吼。上个基本的旋律，咱拄则所做伙看的诗篇105篇的第1到第2节，安尼讲恁着感谢上主，求叫伊的名，伫万民中报扬伊的作为，着对伊吟诗，向伊唱歌而乐，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做。诗人甲咱讲，甲上帝的百姓讲。着用感谢的心来到上帝面前，而且会特别讲，着用唱诗歌来学乐上帝。诗人为什么爱特别安尼来提醒以色列人、提醒上帝的百姓？我想一个真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人现在会袂记得爱感谢。人伫顺境的时，会认为我所有的一切是我家己的能力，是我家己真够。所以至高会骄傲，袂记得咱生命内底一切拢是对上帝所赏赐，拢是出自上帝的恩典。所以伫顺境的时，人会毋知影通感谢；伫逆境的时，人会单单看到咱眼前目睭前的迄个困难，所以有侪埋怨，侪苦毒，袂记得上帝有愿应允，要永远甲咱同在，甲咱同行。所以伫即款的情境内底，也无法度来感谢。人就是遮尔软弱。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是安尼，我想对咱今日在看即段经文的基督徒，犹原是一个真重要的提醒。咱是毋是常常会记得上帝伫咱生命内底，互咱极大的救恩？咱是毋是常常用感谢的态度来面对上帝，来回应上帝？或是这是咱大心会当做伙来学习的。咱现在将咱生命内底所得到的平安、上帝的保守、上帝的看顾，看作理所当然。其实咱会当平安坐伫遮来敬拜上帝，咱有健康的身体，咱有工作的机会，咱会彼此三夫妻的亲人，这拢无一定是理所当然的。这拢是上帝出自上帝的恩典，所以咱拢应该为着这一切来向上帝献上咱的感谢。诗人伫经文内底也甲咱讲，咱要安怎会当常常有一个感谢的生命的态度。第一，诗人甲咱讲，咱着爱会记得上帝伫咱生命内底的作为。伫咱主家所读的105篇第5节安尼讲。恁着会记得伊奇妙的作为，着会记得伊所施行的审判。这是诗人甲咱提醒，爱会记得上帝伫咱的生命做过啥物奇妙的代志，毋通放袂记得。咱若常常会记得，安尼咱着还会当用感谢的心来到上帝面前。咱今日只有读105篇的头前的一部分。咱若继续看这首诗的后半段，咱就知后半段拢在讲上帝安怎伫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内底，因带领因
有啥物款奇妙的作为。这是以色列民族一个真重要的特质，因真注重历史，真看重信仰的传承，所以因常在一代一代的提醒，会记得上帝伫咱民族、伫咱祖先的身躯顶所做的代志。我想这咱应该来学习，常在回顾，常在会记得上帝互咱生命极大的稳定，伫咱生命内底有奇妙的作为。过来，诗人嘛，甲咱讲，咱嘛着时时甲上帝有结连，和上帝建立一个真亲近的关系。第四节安尼讲，着向上帝求帮赞，着时常敬拜伊。除了会记得上帝较早安怎帮赞咱，安怎伫咱的生命内底做奇妙的代志以外，咱现主时，咱嘛着常常和上帝保持一个好的结连，有一个亲近的关系。常常通过祈祷来向上帝求讨，也经历着上帝不断地经历上帝的同在甲帮赞，也通过常常读圣经，认捌上帝的话来明白伊的心意，明白伊对咱生命的计划。我想这也是非常的重要，互咱对上帝的经历，毋是简单停留伫较早迄个时间那定，是咱每一日每一个生命的路站，拢有通不断地经历着上帝的稳定，也互咱通常常向上帝来献上咱的感谢，献上咱的感恩。我想即款感恩的生命态度，毋管咱是啥物款年龄层的人，拢是需要的。你若是少年人，你就为着上帝赏赐予你的青春、活力、学习的机会来感谢。你若是中年人，当负担真大的压力、真大的重担，那安尼你嘛着为着上帝随时做你的保护、做你的倚靠来感谢。你若是年长的兄弟，你嘛着感谢上帝保守你一生行过风风雨雨。但是伊的慈爱永远拢无离开，永远随时在保守咱。所以无论咱是啥物款的人生的阶段，无论咱伫啥物款的位置，咱就常常用感谢来到上帝面前，用感恩来回应上帝。一个会晓感谢上帝、阿罗上帝，常常在讲上帝稳定的人，伊的生命就会亲像一首真有感染力的诗歌，会当引起别人的共鸣哈。当咱愿意将咱生命内底上帝迄款奇妙的作为，和别人来分享的时，那呢，迄就会成做咱生命内底的一个见证，互人会当通过咱的生命去看见上帝的荣耀。咱今日所读的105篇第3节，伊讲：恁着荣耀伊的性命。记得生命的见证是要荣耀上帝的性命，毋是要高举咱家己。所以真正的见证，毋是咧夸耀咱家己，咧高举咱家己讲我家己有偌完美，有偌高，我尔有能力，我尔成功。真正的见证是向人来显明，我虽然遮尔无完全，遮尔软弱，甚至遮尔有缺陷。但是上帝的听，上帝的能力，永远伫我的生命内底来显明出来，永远伫我的生命内底有奇妙的作为。这就是通过咱的生命，通将上帝的荣耀来显明出来。这就是咱生命的见证。找到阿士班因受邀请出去做诗歌分享的时，通常也安排团员因做生命的见证。因会真真实，将因生命内底所拄着的困难、逐款的挑战来做分享。因也会讲到因安怎因为认捌上帝，安怎因为信仰的气力，互因通克赢生命内底遮个困难。所以我想，当找到爱的团员因做伙出去服侍的时，除了好听的声音、好听的诗歌真感动人以外，我想因生命的见证，佫较是互人会当感动。伫因的困难内底，经历着上帝极大的稳定、极大的疼痛。伫顶礼拜，咱教会有举行洗礼，咱嘛有看到几位兄弟因的生命的见证。
无需要鼓励咱大家，其实咱每一个人拢爱将咱性命的见证准备好。你会当准备一个大概3分钟左右，短短的见证吼。有人问讲见证我毋知要安怎写，你会当分一个结构啦吼，就是讲你认捌上帝进前，你生命拄着啥物困难，有啥物问题，你安怎拄着上帝？你认捌上帝了后，你的生命有啥物款的改变？上帝安怎帮助你？会当准备一个咱生命和上帝相拄的见证。当你身躯边的人，若想对你的生命的故事真有兴趣，问你生命内底有啥物款经历上帝的代志的事，就是一个真好的机会，你会当为上帝来做见证。我想通过和对方的分享，这要成做伊真大的祝福甲帮助。彼得前书第3章15节。安尼讲，若有人问恁心中的愿望，就不时准备好势，通对因辩明，毋过就用温和甲尊重的态度来回答。对咱提醒，随时准备好势，用咱的性命为上帝来做见证，来将荣耀归乎上帝，这是咱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要做的准备。咱知影，随着诗班的团员，因拢是视障的朋友，有全盲，也有弱视哈。因伫生活内底其实有侪的困难甲挑战，是咱真恶的想象哈。恁若想要体验看觅，但是咱礼拜结束了后，你把手揢起，行去坐电梯，咱就小可会当体验。其实毋是遐尔简单哈。因的生命内底有侪限制，甚至是苦难。但是咱嘛看到因的生命，当因愿意将家己交伫上帝手中的时，上帝就使用因来成做人的祝福，做人的帮助。所以我想，咱每一个人，咱生命内底当然拢有逐款的困难甲挑战。有当时咱真无闲，有当时咱感觉咱年纪较大，是讲咱感觉咱无啥物经验，咱年纪真轻，无法度做啥物。咱拢有困难需要去克服，但是我想上帝大心看是咱是毋是有愿意的心。你若愿意将家己的生命、将家己的无完全软弱交伫上帝手中，上帝就用伊的方法来引带锻炼咱。互咱虽然伫无完全内底，但是咱的生命会当经历着上帝的帮助、上帝的稳定，也通过咱生命的见证，会当去祝福叫较侪人。牧师要大心，只是要问咱一个问题：咱知影伫咱台湾基督徒的比例大概偌济？3%？一般的统计啦，疫情了后的统计大概4到5%。疫情进前有小可较悬小块6到7。当然，这嘛有小可城乡差距，伫都市内底，这比例会较悬。台北市可能才有10%左右，其他的所在就会较低小可但是，毋管安怎讲，伫咱台湾，伫咱的四周围，伫咱这个环境内底，基督徒的比例也是非常的少。所以，伫咱的四周围，一定还有真侪人，因是咱的同事、咱的朋友，甚至是咱所疼的亲人，因也无认捌上帝。伊也无含咱共款领受这个福音的好处，成做上帝囝儿。所以这件事实在甲咱提醒，咱基督徒有一个真重要的使命，就是毋通将咱所得到福音的信息，藏伫咱的生命内底藏起来。咱应该勇敢行出去，和更较侪人来分享，更较侪人来宣扬，互人通得到这个得救的福音。伫彼得后书第3章第9节后半段的经文来讲，其实伊毋是伫恩慈，是伫用温恁，无爱有人灭亡，爱逐个人拢悔改。这个伊指的就是上帝，这是上帝的心意。上帝无愿意有一个人沉沦，愿意每一个人拢通过悔改、认捌主耶稣来得到救。互人会当认捌上帝、认捌主耶稣，倚靠主耶稣来得到救，这是上帝的心意。所以这也是咱基督徒真重要的使命。
今日咱所读的第2段的经文，保罗甲咱讲，一个无认捌上帝的人，伊要安怎会当得到救？迄个拯救的过程是甚物？对第10章的13到15，咱今日无读到13吼，13读落会较完整。13到15节安尼讲，既然呼求上帝、呼求主的名的人，一定会得到救。但是因都无信，哪会求叫伊？都无听过，哪会信伊？都无人传讲，哪会听到？都无人受差派，哪会传？那亲像圣经所记载，报福音、传好消息的人，因的脚迹偌尔水。这段话真清楚地甲咱讲，传播福音的传播有一个连锁的反应，连锁的反应哈。人想要求叫主的名来得到救，那安尼就爱大声来信靠伊。一个人要向主耶稣来求，就爱先信靠伊。要会当信靠伊，就爱先听过关系主耶稣基督的代志。要会当听到，就爱有人来传。要有人来传，就爱有人愿意受差派。我想这是保罗予咱一个真迫切的呼召。伫这个世间，也阁有侪人因无认捌上帝，所以直到因活伫黑暗、活伫绝望、活伫烦恼内面。因毋捌听过福音的信息，毋知影伫因面对人生逐款的困境的时，有一位主耶稣愿意成做因的帮站，成做因的避难所，成做因的得救的所在。所以这是咱的责任。若是咱这已经领受福音恩典的人，咱无愿意去传扬，那呢这也无听过福音的人，要怎样来听到福音的信息，来得到上帝的救恩？所以宣扬福音的信息，是咱每一个人的责任，每一个人上帝予咱的使命。宣扬福音绝对毋是简单是牧师传道人的责任甲使命。也毋简单是宣教师因的专利，宣扬福音绝对是咱每一个基督徒拢应该有的使命。你若是少年的学生，那呢，你会当伫你的学校内底用诚实、用善良、用关怀的心，和你的同学来互动，用伊来宣扬耶稣基督的听。你若是当伫个职场内底咧奋斗的兄弟，你会当伫你的职场内底坚持圣经的公义甲诚实，用安尼为主来做好的见证，互人愿意来认捌这个信仰。你若是已经较年长的兄弟，你真有真丰富的精彩的人生的智慧，你会当用温暖的态度、温暖的鼓励来将这个信仰的火来传落去。我想这也是在宣扬上帝的福音。不管咱伫什么款的身份，咱伫什么款的阶段，咱的生命拢会当成做互上帝采用的萝卜。咱的生命拢会当互上帝使用去宣扬福音，去帮助更较侪人来认捌上帝。西罗亚合唱团西罗亚诗班的这个名的意思，就是奉差遣。希望通过西罗亚诗班这个团队，会当互上帝差派。用因的生命，用因的歌声，用因的行动去传扬福音，正做侪人的祝福甲帮助，也通过安尼留落真水的脚迹。通过咱今日的信息咱要有3点的功课，咱做伙来学习。第一，咱做伙来学习，正做爱有感恩的态度。日日来算来纪念上帝的恩典。第二，咱嘛着爱有见证的性命，伫咱的软弱内底，通显明上帝安怎互咱得到光强，显明上帝的荣耀。那么着做伙来学习有宣扬的行动，通过咱通互更较侪人会当得到福音的好消息，会当成做上帝所听的囝儿。今日咱要做伙来关心西罗亚诗班的事工，为着因来大道奉献。我确信咱的参与会当帮助西罗亚这个团队，更好有气力，更较侪机会
受差遣去宣扬福音，成做更较侪人的祝福甲帮助。这时因也要为过来带来一首诗歌献给上帝，充满哈利路亚的人生。哈利路亚就是恁着阿罗上帝。咱的人生是毋是成做一个阿罗上帝的人生？咱的人生是毋是成做一个互人会当欣赏、互人真仰望来甲咱熟悉的人生？我想咱通过这首诗歌，咱做伙来领受，互咱的生命会当成做一个哈利路亚的生命。上帝，也愿咱每一个人的生命，拢是成做充满哈利路亚的人生。咱的生命成做一首有感染力的歌，成做别人的祝福甲帮助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天父的上帝，感谢你通过圣经的话，成做阮生命的提醒甲帮助。你呼召阮每一位，成做西罗亚的一份子，互你来差派到世界去宣扬福音的信息。将福音的信息带到更较侪人的生命内底，成做一生的帮助甲快乐。主做的时阵，阮会忍耐，阮会惊吓，阮无够勇敢，阮要恳求你帮助阮，阮有勇气用行动来回应你对阮的呼召，踏出迄个服侍的脚步，会当成做更较侪人的祝福甲帮助。搁一届，将阮每一位拢交伫你的手，恳求你来引带带领祝福阮。阮来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免。
请大家起立，做伙来吟圣诗第308首，听见救主出声得救。吟煞，请准备心来做伙奉献。请坐，请照心内所定着备办心来奉献。
将请起立，做伙来做奉献的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丰富的恩典，互阮的生活无欠缺。当阮将所领受的电宝，用感恩的心献上，愿这的金钱受你接纳，用伫你所欢喜的事工。嘛求你祝福每一位欢喜奉献的人，伫付出的过程中感受喜乐，伫奉献中看见你的荣耀。安尼祈祷，奉主的名，阿免。请坐。做伙来关心本礼拜的特别事工。本周是关怀主日，要为着西罗亚诗班的事工来奉献。恳求兄姐继续为着西罗亚诗班的宣教事工来关怀代祷以及奉献。今日咧教会一楼有西罗亚合唱团金鼓音乐加皮包的义卖活动，邀请会友除了支持咱西罗亚合唱团的事工以外，会当透过甲咱的至亲朋友厝边。分享咱的咖啡包顶头的 QR code， 会当甲因做伙分享咱西罗亚诗班的歌声，用这来宣扬上帝的福音。接来，咱要来关心成人牧区委员会的消息。本会要招募对高龄者的关怀。以及电话探访的事工的同工，服务的内容以及招募的对象，就亲像咱报幕顶头所写，邀请对这个事工有负担、有感动的兄弟做伙来参与。详细的状况，请参考本周的周报第5到第6页。接来，要过来看牛埔庄讲义所委员会的消息。本主日的礼拜了，要伫个16个礼拜堂举办地牧群教授的专题演讲。题目是对大中华到台湾国长老教会国家认同的转换规则加启示。这个活动无需要报名，自由有参加、有登记餐点的兄弟，请伫个外面，领取你的简餐。其他有关分会以及各牧区委员会事业体的消息，还阁有代祷的事项，请大家参考本周的周报。以上是本周的报告。接来要请牧师欢迎来宾，还阁有牧养代祷。知到第一摆，今日和咱做伙来敬拜的兄弟、新朋友，无安尼，咱就做伙来做一个祈祷。亲爱的主，天父的上帝，你是阮生命的主，阮生命一切拢是对你来。阮要为着你丰富的恩典甲赏赐，献上阮的感恩。阮也愿意学习，用阮的生命来为你做见证，来归荣光伫你。
也通过阮宣扬的行动，会当学习，诚做较侪人的祝福甲帮赞。阮特别也为着西罗亚诗班来祈祷，恳求你来祝福因每一位新心灵拢得到勇气，也对你来对会开力，甲上个地底，因手所做的服侍，会当诚做侪人的祝福甲帮赞。也搁一摆，将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交入你的手，恳求你赏赐阮有对你遐来真实的平静安稳，伫阮逐人的生命内底。虽然有当时阮会拄着困难挑战，有逐款的试炼，主总是阮确信你的稳定较赢者的，阮要学习伫困难内底，因为我靠你，就有真实的平安伫阮的生命。主，阮将阮拢交伫你的手，恳求你亲自来引带带领，祝福看顾阮。阮来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免。会将请起立做伙来吟圣诗第514首，打要散会求主赐福，吟煞要请牧师祝祷。受上帝的祝福，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信心的相通、扶持帮赞，甲咱大家三个地地，对即时到永世大无尽。阿免。请坐，密道谢阮恭受差遣。